各位老師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新星代教育快訊，同大家一齊快速掌握講教育界最值得關注嘅發展。教育局正式公布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，意味住香港正式踏入 AI 教育新時代。未來人工智能將唔再只係資訊科技科嘅一部分，而係逐步融入唔同學科、唔同課堂，以至整個學校發展方向。究竟老師最需要知道啲咩？今次同大家整理5個重點。第一 ，AI 教育已經由可以做變成需要做。教育局提出 AI for all schools 同 AI for all students， 即係所有學校、所有學生都需要逐步建立人工智能素養。AI 唔再係個別學校嘅特色，而係未來教育嘅新基礎。第二，老師嘅角色正在改變，未來老師唔只係知識傳授者，更要成為學生使用 AI 嘅引導者。點樣去提問？點樣去驗證 AI 提供嘅答案？點樣去建立批判性思考？將會比單純教識學生使用 AI 工具更加重要。第三，教師 AI 培訓將成為新要求。根據藍圖，教師每3年嘅持續專業發展週期，需要完成唔少於30小時同數字教育相關嘅培訓。而教育局亦會每年提供大量培訓名額，協助老師掌握 AI 教學技巧。第四 ，AI 唔只係教學工具，更係老師嘅助手。教育局提出，希望透過 AI 協助學校處理行政工作，包括教材整理、課堂準備、資源管理，甚至提升學校行政效率，真正做到減負增能，等老師有更多時間專注教學。第五，每間學校都需要建立自己嘅 AI 政策。除咗購買 AI 平台，學校更需要制定人工智能使用指引，包括學生點樣使用 AI 完成作業，教師點樣喺課堂應用 AI， 以及點樣保障私隱、資訊安全同學術誠信。呢啲都將成為未來學校管理嘅重要一環。以上就係今集新星代教育快訊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